师父利用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做参考。树之毁灭，因为一以刀斧。各位，一棵树为什么会毁灭？它是被大刀或者锯子或者是斧头控制在他们手上。如果别人不知道爱惜这棵树，就拿这些刀子啦、斧头啦，就把它锯了，把它伤害，啪一下倒下来。所以树的毁灭是因为一以刀斧，他怕刀跟斧头。人之毁灭，因为丧失良心了。一个人毁灭，他虽然有肉体，但是他的心不遵守做人的基本道德，没有责任，没有慈悲，没有善良，也不孝顺父母啦。做人要有仁义道德，不能违背良心。他没有这些概念，完全不存在这些想法。那么这个人已经行尸走肉了，虽然看起来像个人，但是他的心已经是非常邪恶了，颠倒了。所以人之毁灭，因为丧失良心；灵之毁灭，因为不懂得宽恕。灵魂才是你真正的本人呢。肉体是借你用的假体，色身是暂时借你用的，时间一到，它就会毁灭掉了，自然就远离而去了。但是你的灵魂是永远不生不灭的。你的灵魂会毁灭在哪里呢？你的灵魂会污染，会堕落，会沉沦。你为什么会到恶道的地方？是灵要去啊。那为什么会走向这种地步呢？因为不懂得宽恕。你的灵魂不要跟别人冲突，不要跟别人计较，不要人与人之间经常撕裂感情。我们如果能够懂得宽恕，不要跟人家计较，你的灵魂是干净的。干净的灵魂自然感召到一个清净光明的宝地。如果你的灵魂是污染的，满载的仇恨心跟怨恨报复的心，那你永远都会堕落。你的灵魂是黑暗的，那必然感召堕落受苦。所以各位，是利用短短的时间给各位大家简单介绍。南无阿弥陀佛。